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》，好，我係藝係民主。今日民主我來教大家做了解，記得要混沖燙到有反應點一浪到給時間，大家就會喝這個吉葉粉腸湯，有一點點可以潤肺養生的功能哦。那到底要怎麼做這個古老的料理呢？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。各位觀眾朋友，你可能倆就係粉沖，粉沖呢就是粉腸啦。觀眾朋友，特別是女生看到應該會有一點害怕，因為呢它在前置的處理比較麻煩一點。剛才呢我已經先用鹽巴，或者是有些人用麵粉來回的搓洗之後，就可以來做料理。而這個沖水的客家話呢，就是叫做沖水。現在呢，我要把它拿去燙一下，待會再來切斷嘍。好，你看我們已經把這個粉沖把它燙好嘍。記得粉腸要先沖水洗乾淨，也就是粉沖要先沖水洗強力，粉沖要先沖水洗強力才能夠來進行做料理哦。現在我就要把它切斷了。粉腸我們要放下去我們的湯鍋裡面，讓它慢慢的熬煮。重點就是我們今天採的這個新鮮的吉葉，要把它放下去一起來燉煮。吉葉呢，不是只有荊棘可以吃，吉葉也很有營養價值哦。好，到底我們的吉葉粉腸湯好不好喝呢？請施志遠來幫我們品嘗看看嘍。好吃，好吃嗎？是客家人嗎？都是。好，教你講這個粉腸的客家話好不好？好。粉腸叫做粉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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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錯。聽說啊，吃這個吉葉粉腸湯啊，它很潤肺、養生這樣子。謝謝你。謝謝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我們做這一道菜啊，其實前置作業非常的重要，稍微一不注意啊，我煮出來味道可能就差很遠嘍。當然了，我們認識新的詞，一起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就是今天做菜主角粉腸、粉沖、粉沖。第二個呢就是沖水、沖水、沖水。第三個來學到一整句話哦，來看就是粉腸要先沖水洗乾淨。粉沖要先沖水洗強力，粉沖要先沖水洗強力。你們都有學好了嗎？記得哦，做菜的時候要特別有耐心，學客家話也是這樣，天天複習，加油！我們明天見，拜拜。